巴黎鐵塔。我哋係2026年3月3號嚟到法國巴黎鐵塔。巴黎鐵塔係法國最具代表性嘅地標之一，係1889年為紀念世界博覽會而誕生嘅。由工程師圭斯塔夫·埃菲爾設計，高大約324米，曾經係世界最高嘅建築。佢以獨特嘅鋼鐵結構而聞名。世界聞名。埃菲爾係個人名嚟㗎。日間繁偉壯觀，夜間燈光閃耀，浪漫迷人。鐵塔係佢嘅作品。你登上塔頂睇過整個巴黎嘅美景，塞納河緩緩咁流過，城市風光無如畫。哇！奧運會喺呢度啦。呢個雷恩河。3月4號晚黑，我哋又嚟到鐵塔嗰度。我哋登上塔頂，觀望巴黎市嘅夜景，非常之壯觀。
閃閃，浪漫迷人。哇！巴黎鐵塔啊！3月4號晚黑8點鐘。晚黑嘅巴黎鐵塔。哇！幾靚！幾靚幾靚！巴黎鐵塔嘅底下。哇！美麗的巴黎鐵塔。我哋上到去鐵塔頂，想講嘅咧，我哋影景喎。巴黎夜景。巴黎市嘅夜景。我哋唔緊要，我有呢就得。我想嚟自拍都唔得，好似。美景盡收眼底啊！真係好靚。巴黎鐵塔兩樓兩層，巴黎市夜景。喺邊咧？鐵塔嘅上層。
焗啊！巴黎鐵塔，法國地標，世界馳名。巴黎夜景喺巴黎鐵塔頂樓影嘅。從個底下望上去，金光閃閃。